哇，好香筷子哦！我说这萝卜可以是吧？哎，那陈先生在吗？哎，我啊，是这样的啊，陈先生，您的老妈托我来带几句话。啊，孩子，工作不要太辛苦，钱是赚不完的。你老爸的身体越来越差了，没跟你说是怕你担心。有时间记得常回家看看。听到你妈妈的关心，让我也挺有感触的。我给你送一首歌吧。这一生见一面少一面，有心